好，今日嚟到淘多多嘅總店，同大家睇下呢期有啲咩抵買嘢先。買電視啦，已經買未啊？已經好正喎，呢隻有個數喎。好，喺淘多多嘅總店門口隔離嘅呢度咧就新添咗一個服裝部，同大家睇下有啲咩買啦。有波鞋啦，都有得賣嘅，仲有衫啦。同埋就有見到有啲波鞋都可以有得選擇嘅。呢件新翻嘅，防風防水啊，質地又好，又夠薄，薄得嚟呢，又防風防水啦，夠適合而家呢個天時着㗎。入邊加多件衫喺入邊，你睇下着得幾好，幾舒服，幾輕盈，又挺身，着得嚟又 slim。價錢方面都係賣緊68蚊嘅啫。我哋翻咗啲鞋啦，啲鞋款，我哋翻咗啲鞋款啦，跟住啲鞋咧又可以唔使綁鞋帶啦，直接着落去啦，又方便啦，同埋超輕啦，仲有40零蚊已經有一對啦，超級抵啊！42啊，48啦，最貴都係48，啲鞋又舒服又輕，係啊，睇下你邊度都買唔到啦，呢啲價錢好低，係咪先？非常之抵買，性價比超高嘅鞋啊！啲發熱貼啦，跟住發熱貼咧入邊有6蚊入邊已經有10包仔啦，而家做緊雙11活動啊，10蚊已經仲有2包啊，即係圍到10蚊已經有20包啦，抵到不得了啊！嚟緊咧冬天咧過2日就嚟好凍噶啦，跟住然後咧你買翻幾包翻去有排貼啦，1蚊都唔使，5毫子一包咋，圍到10蚊20包，圍到5毫子包。翻咗啲船襪啊！原價9蚊3對，而家雙11活動啦，12蚊已經有6對裝啦。係啊，12蚊已經有6對，你睇下幾好，又夠大對。船襪出邊一般都唔止咁貴，都唔止咁平。非常之抵，可以啱使嘅朋友自己嚟呢度睇下啦。我見到有啲嘅益菌牙膏都係賣緊5蚊嘅啫。另外呢度有啲多款嘅長褲都係賣緊30幾蚊有一條啦。呢款嘅短袖 T 恤而家都係賣緊10蚊有一件。另外呢款純色嘅衞衣啊，而家都係賣緊18蚊。喺呢度咧見到有啲大件嘅衝鋒衣都係賣緊39蚊。另外呢款絨毛保暖嘅外套都係賣緊39蚊。呢部最正㗎啦，本身咧呢部微軸機佢係5G 機啦，咁啊佢呢度有幾個賣點嘅，嗱介紹下你啦。咁啊本身咧佢係一個5G 機，同一時間咧佢佢影相咧佢1億像素嘅。咁啊配置嚟講佢12+26啦，咁啊6000 mAh 啦，慳電高手。嗱試一試啦。本身呢部機咧有咩好處咧？佢本身有 Play Store， 咁另外咧呢度有 Google 有 YouTube。咁另外嚟講咧，影相質素唔差嘅，真係超靚噶啦，1億解像度 ，OK。咁另外咧，佢最重要咧，呢度佢私樓叉電 ，OK。
咁啊，至於配置嚟講點樣撳睇咧？咁呢度設定，呢度設定，關於手機 ，OK。咁啊，可以望下啦，佢內存咧就12GB RAM。咁啊，另外咧佢個尺寸咧就6.78英寸。咁另外咧佢前置鏡頭咧就8MP。咁啊，後置鏡頭咧就108MP。咁另外咧解像度螢幕解像度咧2780×1264。咁另外咧佢 Android 機嚟嘅，佢呢個係安卓版本就安卓14 ，OK， 安卓14。咁另外咧最緊要啦，佢呢個係獅頭快叉嚟嘅 ，OK。咁啊，至於點樣玩 Gemini 咧 ？Gemini 咧其實大家都識㗎啦，呢度咧有個橙色掣嘅 ，OK。咁一撳，咁啊登入咧才能使用 Gemini。咁啊到時咧點樣玩咧？其實 Gemini 咧一個 Google 嘅 AI 工具，可以無字文字生成圖片㗎啦。呢度撳登入。係啦，關優惠價，過嚟望望。咁咧就入翻個電郵信箱，咁然後撳翻下一步，咁就可以用到 AI 噶啦。OK， 今日買超值啊，照常做緊呢個價錢1000蚊，但係原價我哋有隻耳機50蚊嘅，擺部機送埋個藍牙耳機。之前咧個仔都有介紹啊，呢個超靚聲嘅藍牙耳機。呢隻咧佢係有 ANC 啦。咁啊有降噪啦，有白色盒，有黑色盒，有兩個唔同包裝。翻到去咧搣咗個電池保護貼，即係藍色嘅電池保護貼。所有手機開個藍牙，連翻呢個型號，咁就可以連得到，就上得到噶啦，就係咁簡單，就係咁易用。啱嘅話就門口買埋啦。大家優惠過嚟睇一睇3K30。過嚟睇睇隻大優惠，好靚啊！影相1億像素。大死河水優惠。相機呢度係啦，可以影埋佢。有兩個相機鏡頭嘅 ，OK。送埋個價值50蚊嘅藍牙耳機，有兩個唔同顏色款，有白色，有黑色。喺呢個位置咧，同大家影下啲多啲對手提購物袋俾大家睇睇。呢本大 size 嘅韓系條紋嘅帆布袋，而家都係賣緊12蚊。呢款3合1嘅洗凝珠啊，一盒裡面有61粒嘅，而家都係賣緊50蚊，有2盒嘅。呢款一 pair 裡面有3對嘅男裝長襪，而家都係賣緊12蚊。喺呢個位置同大家影下啲保健貼俾大家睇睇。喺呢個位置同大家影下啲自拍杆俾大家睇睇。